起啦！抓起来！是，没我。什么人教我？哼！你抓我，好来啊！我无想要我，你太贵啊，最好嘞！卖走！不需要开你。无咧，你一定也搁带领咱过去迄大情对无？你讲你，唔卖搁甲我提起这种代志。我甲你讲，伊永远都唔是阮保家的人，伊早唔是，今嘛唔是，以后永远都唔是。你听清楚了，告别他！梦莲啊！有一个人敢真是动手，我就予伊一命归死。无用，你无用害。为什么？我会家己亲自动手甲伊杀死。你对我所讲的话，我实在吞袂落。梦莲啊！梦莲啊！梦莲啊！凭你家一个人的力量哦，唔免去管个太空被通，根本就是上马起好嘛！唔卖甲我叫你甲我闪开！什么人来加入我斗？我都将伊杀死！梦莲啊！你看清楚，看清楚，我是有缘呐！有缘上好，我来一刀将伊砍成两边，看你是有缘还是无缘。无咧，你是安那？你是安那？你是咧起笑呢？我起笑忘掉，不是，起笑的是你，恁拢起笑，我要将恁拢都抓起来！不能啊！不能啊！互人起笑，这敢是真实的？笑，拢是笑，恁拢总抓起来！你别当乱来，你别当乱来，你看死！给你抓起来，你别乱来！我无出手的，因为来人啊！不能啊！你两个走，不要走！那你做敢有用啊？我已经将伊的喙齿甲心脉完全接触转来，而且啊，伊的分泌在这附近，经过我拄则来做法，伊随时拢有可能会精神。咱就遐尔简单，就放伊煞。当然是无遐尼简单，不过我资料有我的拍死，所以有分票来。马小青，分配票上来滋味如何？你为什么要安尼对待我？阮会安尼做，我是为着要帮助你。敢讲你和阮被害，你会甘愿是？我当然嘛唔甘愿。也毋过，我这阵已经是中央一心，伊毋是地府，我想着要派差个来押我去地府，就算我唔甘愿，如果会安怎？若是我有办法帮助你还阳，唔知你意下如何？你甲火红红会安尼做，一定有阴谋。若无，恁才是无可能会安尼做。无毋对，阮师兄是有条件的。师兄，恁到底是啥物人？啊，这你就免管了。你只要知影，我有法度帮助你还阳，而且帮助你去救无你。无连表兄，无连表兄，伊即阵安怎？伊即摆已经起痟，而且去互柯比通抓去，性命非常的危险。
目前会当救伊的，干那你一个人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我会安尼做，当然嘛是有条件。我要你去献身互我咧。要做这款的代志，辉煌，伊毋是早就已经做过啊。我才无迄款的英雄。坦白甲你讲，是我将伊种灌酒醉，也毋过我甲伊是亲密的。无毋对，无咱的先天根基真好，只有你才有法度破伊的罗汉根体。那安尼，我更加能答应。你若毋答应，我嘛袂勉强。不过，你毋通袂记，无咱即摆性命是非常的危险，要好好考虑一下。你好，我答应你。真好，那呢，我即时将你的分票归位。给啦，好啊，袂歹吼。有咧，天长有路你唔去，地下无门你偏偏窜进，这是你家己自找哦。那是啥的？我才是衰咧，互恁掠来遮咧拍，哎呦，过会哀哦，会哀就有救啦。惊？好我甲我拍大人嘞，知无？知影。哎呦！好，小青，我已经照咱约束将你的分票归位，即马你嘛应该照咱约束去找目的。恁到底是啥物人？你也无资格知影阮的来历。那安尼，你要哪会知影？我一定会听你的话嘞。我明体达，从来就袂去做无把握的代志。你即马敢无感觉你的身上欠啥物？你到底是比啥物把戏？坦白甲你讲，我伫你的3分7票内面，有留下1分在我的身上。我会安尼做，一方面是方便来控制。每日工，你来我这11个做分担。若是超过时间，你自然得魂飞魄散。你是足卑鄙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因为你捡到这一个分票，所以你活动内人甲中任心之间，我嘛拄好通传授你武功。我这是要学你的武功。这不是你通决定的，你唔通袂记。即马你是甲阮徛喺同一边的人，而且无连了个等候你去救伊。快！原来是一个场梦，我哪会迷茫无人表演，活来客看呢？你你精神也是真好，
即摆你不但捡回一条命，而且我已经将你体内磷岛里面完全拍开，即摆你是不比普通人。恁到底是想要安怎啊？你是唔通教家女当兵，不识好人心。阮为着要帮助你去救无莲，你不但无感激阮，还阁要怪我。无莲表演。袂歹，你即摆功夫已经超出我的意料之中。我哪会晓功夫？拄则毋是已经甲你讲过，已经拍通你的领导里面啊。你是唔通继续讲，安尼就会当对阮安怎？你千万爱会记哩，每10天你都要倒来食药啊！既然若是安尼，恁不如甲我拍死，安尼恁嘛较省个麻烦。就你生得遮尔水的查某囡仔，若是安来死，敢是伤过可惜。我再讲，你唔通袂记，你若是安来死，是要哪甲无人斗阵？你也免想，我告诉你，也是好好啊认清事实，安尼你会活得较快乐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向你讨回来我家己的分票。孙娘，咱安尼做，敢会放火归山？你放心，只要伊的分票若是伫我的身上，伊就永远拢爱听咱的。观音素无心上悲，去早修行强行，凡身虽坚将会久，严父非是我求机啊！我咧讲，你煞无咧甲我听咧啊！安尼唔算讲我白讲的咧。好啦，你若听有，这是有缘啦；啊，若听无哦，这嘛是缘啦。我是啥？我笑的，啥？我看你才是空的咧。我是有缘的，啊，你真是安尼唔捌我啊？喂，食饭啊！食饭这嘛是有缘啦，啊！哎呦，这哪安尼臭酸安尼，这是要安怎食啦？哎，无然啦，当这个臭酸的饭菜，咱是要安怎食啦？点去，要食就食，唔食我小顿啊。你出来！多谢你甲我解救，安尼我就算有缘啦吼。啥物叫有缘啊？呵，是行哈尼大胆，竟然敢来遮劫人啊！哪日啊？两个！哎呦！拿过来！你拿过来，我对不起。有什么？你紧出来做。无人啊，紧的，咱紧走啦！记得啦，搞俩去！我准你。拜托啦，将我少爷甲放开啊！你最后莫搁吵，你若是搁吵，我就马上甲抬死。你别当乱来，你别当乱来！你上天害你的代志做遐尔啊济，我若是要抬你一条性命，你也无够本。对啦，我知啦，我知我唔对啦，你饶我啦吼！即阵你知影唔对，已经伤办啦，你拿命来！你饶命啦！以后我有教啦，我有教啦，我会去甲我阿爹讲哦，讲这代志的经过事实是安怎啦？讲后讲人唔是无讲出台啦，吼！你饶我一命啦！这是你讲的。嘿啦！我希望你讲会到做会到。我要处理性命，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。对啦，你讲徛在遮创，赶紧搞两下转来啦！啊，若无，我实想几百岁，我已经
一刀一刀啊剁出肉酱，啊若无难消我心头之恨啦。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多谢吼，多谢吼。来，这互你吃吼。嘿，食。施主，你敢无爱食一粒？啊，我袂晓，恁食就好。那安尼，阮就无客气。这位师傅，我公主这阵嘛已经起痧，你毋知有办法救伊无？莫然啊，伊是受着真大的刺激哦，才会安尼啦。这除了静养以外，上好是会当摕着安魂草。安魂草。这个安魂草是伫个接魂山的山顶才有，不但讲普通时啊真好看会到，就是普通人嘛真好摕会到。接魂山。我来去试看卖啊。也毋过这段时间，才麻烦你照顾报公司。哎呀，我是一个出家人咧哈，为着要救伊安尼吼，哈，惹遮多代志啦。好啦，人咧讲吼，颔棍仔生牛拄着啊啦，我才带伊来去辟石峰啦。多谢你。我若是摕到安魂草，我会去爬石峰找你。施主，稍等下。咱安尼伫遮讲话讲一步吼，算起来这嘛是缘啦吼。啊，咱内面安怎称呼吼？你叫我无分人就会用呀？无分人。来啊！来，将这间厝内底所有贵重的物啊，拢都给我搬上来。是。你搬来。拜托，你俩不要打我啦！拜托，这正不上。回你啦！你也知影，目前是一个刀工，杀一个凶手呢，而且佫想要刑治阮公主。阮公主宽宏大量，无像你地地回啊！即摆暂时用这个物件来做地啊，到时掠你无咧，主人就甲你放定嘛。天啊！这老天理啦！现在啊，无你嘛带嫌我的面子安尼吼，唔爱安尼好无？点去啦！啥是你的现在啊？啊！我问你啦，恁查某囝廖小青家外第一任心有之呀？啊！连一个人影都无去啊！啊！这条线我要找你算啊！这哪有可能啊？阮小生是一个软正查某囡仔，啊，恁久月门禁松严，伊哪有可能走出去啦？你讲这什么话啊？啊，你的意思是讲我该看出去的哦？啊？我无这意思，无这意思啦。民讲较多啊！来人啊！来，房间内底有贵重的物啊，赶快给我搬上来！赶快那个搬来呀！你昨天真的有看清楚无？咱无共，三代拢伫咧行前过世，变成一款囡仔家无梦的下交替你心啦！这确真是哦，天无照家子，人无照天理啦。这就是我逐工伫咧摆的信息。你有这个保密无？你有啥保密到互阮安尼家破人亡？
无路用，我归去。安静点，哎，夫人，安静不啦，哎，夫人啊。爱你，将你，爱你为着将你变好。爱你每天，将你变好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爱，怎会变成互相的伤害？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今日远东西，学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伤你。